哈哈，记录一下今天朋友办一个很大型的比赛，6点多钟啊，现在我们要过来帮忙，嘿嘿嘿。要记录一下。现在很忙碌，所以我就偷一点时间来记录。因為早上的時候，就是沒有時間去上廁所。因為今日咧，我係負責咧禮品組別啊，係啊，咁啊派禮品嘅比較輕鬆咁樣。同埋咧就大會嘅即係負責人咧就安排咗咧6位美女幫我，咁所以我就同佢哋請假，我而家要去廁所，我今日未去廁所。咁喺出邊就營運就繼續派禮品啊，同埋玩遊戲咁樣。我係今日係娛樂組嘅組長啊，好輕鬆啊。咁咧同埋佢因為今日個比賽咧係女士嘅比賽，即係得女仔打嘅啫，係啊。咁啊，我主要個目的都係嚟欣賞美女。咁我繼續辦公啦，跟住出去咧繼續我嘅責任就係負責叫佢哋做嘢啊，感謝感謝。哇，我的朋友很厲害，我覺得辦一個比賽不容易，就他可以安排那麼多人去幫忙他，這是一個很厲害的朋友啊！我感恩我遇見這個認識那麼好的朋友，可以給我這個經驗，所以今天是很有趣的體驗啊！感謝感謝，還是感謝。哈哈，記錄一下，今日好開心嘅，咁就幫朋友咧，即係舉辦呢個大型嘅羽毛球活動啦，即係做下義工咁啦。其實做義工都好開心嘅，係啊，咁就因為呢個朋友咧，其實一個係慈善家嚟嘅，佢即係都幫助好多人嘅，係啊，咁所以咧佢一聲令下咧，就好多人會幫翻佢。就舉辦呢個比賽啦，咁啊呢個比賽都係佢嘅心願嚟嘅，我知道係啊，咁啊好開心啦，能夠即係即係幫到朋友嘅，即係出得一丁點嘅忙啦嚇，同埋最開心咧就係太太今日係有一場咧係表演賽啊，真係好開心啊！咁啊即係邀請到咧係嚟自嘉義係嘛？嘉義嘅美女教練咧冠軍級人馬啊，同我太太打咗場比賽，咁啊人哋冠軍最犀利就係能夠控制個比數咧係去到21-18，
即係贏你唔緊要嘛，係贏你21-18，即係呢個拿捏得個分數係咁犀利，即係咁就係即係冠亞軍嘅比賽啦。因為佢哋係結緣咧，就係參加呢個清晨杯啊，係啊，咁啊同一個組別，咁啊我太太係亞軍嚇，咁啊輸俾阿美女教練啊，咁啊真係好感恩啊，好賞心悅目咯，兩個美女打球啊，係嘛，開心啊，感謝。